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这输赢嘛足深刻啦，其实就是咧讲，输的无一定输，赢的无一定赢啦。这篇小说会使讲云淡风轻啦，这是法国有名的第一篇小说作家莫泊桑的手法。台湾人这种温暖的感情，这种人情味，伫这篇小说内底描写甲，互人感觉足活跳。有时输毋是输。赢嘛无算赢啦，毋是咱来看小说内底即个太啊，甲人的故事。因两个变伙，上届好朋友那兄弟，一支烧酒去溪沟钓鱼，一步久风吹水流，独鱼仔毋食味，钓无鱼，伫遐扇东风无异妙。卫生蒙卡壳，菜市仔迄个人啊，外水拄外水，喙配一粒酒窟啊，古醉到要嗨去。但一个人啊，饲仔口啥甘蔗，喙甜好笑神。咱遮菜市仔的美人，不是乌狗兄对一大阵。啊，咱啊看到你就笑嘻嘻，咱啊对你上界啥秘术？咱啊对你有意思啦。一句来两句去，愈讲愈兴趣。来去招人啊看戏，你去招，你去甲招。伫遐小体小量，袂当决定，落尾小输赢。安尼啦，今仔日看啥人先钓到鱼，就去招人啊看戏。好。安尼一句话讲出嘴，拄拄的鱼对遐过。看到水面一尾倒滚，摇摇动，一个就甲合落去，水到这里。啊，钓鱼啊！钓到一尾细尾大仔鱼，哇哇跳。哈，算你好运。钓竿仔收拾起来，一人一个铁马骑咧，来到双车路口。我来招人啊看戏，我嘛要转来去。一个挖倒边去招人啊看戏，一个挖正边转去厝，也毋知倒一桩是好路，倒一桩是歹路。伫遐扇东风无异妙，卫生蒙卡壳，扇东风，迄较早讲带七仔去扇东风，就是了啊，像无代志找代志做安尼啦吼。卫生蒙卡壳甚至卫生会当甲卡壳斗做一个词，卫生卡壳卫生就是拉天啦，
就是开讲，嘛会使讲连线卡壳，连线卡壳、尾线卡壳，就是华语讲的闲聊、穷扯淡，无代志找代志来讲，迄做连线卡壳。来要讲较白哩，无代志找代志来讲。输赢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足简单但是伊的背后确实有嘛是大背景伫内底。因为这个输赢这篇其实就是两个好朋友钓鱼的故事，所以一开始咱会当感受到作者描写这种风吹水流两个兄弟伫溪沟钓鱼迄种恬静的气氛。伫这个过程当中咧，就描写到这两个好朋友，因拢定定会讨论菜市一个足水的人叫做兰啊。这个兰啊，足古水伊讲古水到要海去真古水拢古水到要海去佮有足好笑神讲话甘甜安尼是一个互人真介意的即个伫菜市伫遐下甘蔗的人啊，所以呢，这两个好朋友定定就会输赢讲，今仔日啥物人先钓着鱼去招人看戏这变做是因输赢咱知影台语的输赢就是咱来相输安尼哇，这有诶讲煞，过一时太随钓着一尾活跳跳的大鱼。我著拄着小师妹，毋着照片照片好，太铁马我倒平，著要来去招即个人看戏。哇，人无法度，片懵咧，只好我正平转厝，相车路口分双平，到底倒一撮是好路，倒一撮是歹路，大家来摇看觅。到夜晚黄昏暗，即个太阳顾咧欢喜要招人看戏。无顾看路，铁马酷酷撞，拄好磕到一粒石人挂车兵翻身，栽伫路边，自死哭到头后哭，人煞昏昏，毋知人去。即个囡仔走正平转，一台铁马寥寥担，对面碰到迄个好大神问伊要倒去，来去注册学讲话。迄都奇怪。你即个好大的敖讲话，他会着搁去倒位注册学讲话？搁问一摆，你讲你要去倒位？学国语啦。就是迄个郑老师招人去因兜学国语，叫做读册会。迄站拄正光复无偌久，真侪台湾人无啥会晓讲中国话。郑老师讲，即马台湾归祖国。咱着爱认真学中国话，也拄好人钓鱼师当咧无议量，真实也毋知是好路也是歹路。单单听伊讲一句，好，归祖国，铁马骑咧，就对人去。伫迄届因钓鱼了的时阵呢，赢的迄个咧就叫做太阳太阳输的就是人这个太阳伤欢喜所以无想到伊钓鱼了，想要去招人看戏的时阵，煞伫路面磕到一粒石人就并车栽伫路边拄好就哭到伊的后壳，所以人就昏昏去，毋知人人呢，伊行另外一边，伊行正边所以就去拄着一个先生，迄个一个郑老师，伊咧招人去学讲语这个讲语讲的就是战后这个华语、北京语，所以伫遮作者带咱入去这个时代的背景，就是伫战后所谓的这个光复无偌久，足侪台湾人足认真去学中国话所以这个人伊细汉伊嘛对人去，听讲啥物归祖国所以就去学所以故事其实就为这个相车路口两个人的命运都无共款太想着要招人看戏，顾听无顾看路天色要暗咧，铁马酷酷撞，拄好卡着石头，换人挂车兵翻身栽踮路边，自死去哭着后头哭，我煞昏去毋知人。3日后出院，医生反复，甲因厝诶人反复啦若是规礼拜拢无精神，我就无效真是煞变做毋知人诶植物人
过顿工早起，搁去找太啊，就要去钓鱼。太啊，来去钓鱼哦！因姊也伫厝内，甲仁仔讲：阮太啊，昨落日车公跋铁马，头壳磕一个毋知人，送去伫病院，也袂转来啦。哈，遮严重哦3工出院转来厝，原在顾困毋知人，讲是脑震动，头壳哭歹去。医生吩咐，若是1礼拜无精神，后来就袂精神扣角啊。医生吩咐，若是1礼拜无精神，后来就袂精神扣角啊。扣角本来是咧讲做田人甲田人无路用的石头扣起来等遐角，到尾啊讲一个人无正财、无大财，一世人无路用，安尼就做扣角。这个囡仔若去试毒就扣角啊。太啊！因母啊，规日伫床边甲叫，迄太啊目睭金金，毋过神有看哪无看，记在伊叫，一个喙啊哈哈也袂应。因母啊念讲：太啊！你是怎样记在阿母叫，也毋应一声啦？念煞就好，好煞阁念。真是过来1礼拜无精神，就是咱即马讲的食物人。无偌久，有人风声讲，地老师互掠去，讲是伊开读册会，思想有问题，毋是共产啊，就是台独，判15冬。遐个吼去读册学国语的吼，大人啦、囡仔啦，拢会牵连着，一个啊，朝拢互掠去问，掠去拍。掠去关，神啊吼，交人啊吼，也在内。加载人啊囡仔人去2摆尔，判较轻，3冬徒刑。国语读册会这真新鲜咧，迄阵就是拄则中国人来了，咱台湾人都爱学中国话吼，学华语。真侪人为着要学华语，就去参加这个国语读册会啦。当然，这国语读册会话是真诶咧教国语，话是即个共产党协头来做统战诶，即个组织啦，这有影话有啦，你若无小心入去即个会，读着红册嘛，利用即个读册会甲你统战啊，读着红册啥，所以迄个时阵，凡是读册会，即个政府政治单位拢足注重，大部分拢会甲你掠去啦。所以你掠着真诶，迄个飞碟掠去，但是问题就是讲吼，参加即个读册会诶人，99%拢是毋知影即个代志，毋知影讲是即个统战诶组织啥，因拢去是为着要学华语啊，这点就是即个无正义诶所在啊，你无辜诶人叫人掠去判做飞碟啊。反正你若去参加这个会，拢是飞碟啊！其实是其中有个组织的迄个负责人才是飞碟。迄阵足侪参加读册会向掠去嘛，像阮麻豆出一个麻豆案就是安尼啊。麻豆案你若去历史册查拢有知影，掠几若人去话判无期徒刑啥货。这个人啊，伊就输啊，伊伫半路撞着另外一个或者神啊。对去参加一位地老师的读册会，无偌久了，听讲这个地老师思想有问题，去互掠去。哇！参加读册会，无论大人囡仔，拢总牵连啊。人啊，落尾去互判3冬的徒刑。当然啊，这白色恐怖的时代呢，说一个变做毋知人，坐去互掠去关啦。倒伫眠床的即个太阳咧，即个医生就讲伊是脑震动吼，头壳哭要歹去啊吼，所以无法度有意识嘛，拢袂讲话，拢无精神。故在伊阿母安怎甲伊叫，伊拢袂应吼。另外一边咧，人仔咧去对即个地老师学国语开读册会，但是咧，煞伫迄个时代，安尼嘛
互即个政府单位讲有问题，讲因甲共产党有关系，所以遐个读国语、参加读册会的人，拢互人掠去啊！啊，人啊较细汉，所以伊就互人判3冬的刑期。太爷大困毋醒，可怜也袂晓吞，也袂晓啉，食物拢用惯的，全靠因母洗洗摄尿。迄日，大约人互掠去正个月后，无头无尾，厝里来一个生身边的青云人，要找太爷。太爷有伫咧无？你是啥人？找伊要创啥？问伊想啥物代志，也毋讲。因母蔡爷讲：阮太爷前5月摔铁马，头壳哭歹去，毋知人，甲打袂精神。迄生身面的看着太爷倒伫面床，目睭都也金金无咧困，问伊的话也毋应，毋信，用针插伊的骹底。太爷袂哀也袂叫，插甲流血，嘛是神神戆戆。有看哪无看？你毋通安尼甲变啦！若会醒，早就醒啊！我连工才过来。自安尼，迄青云人想着就来厝里寻，用针插骹底甲试验。迄菜爷听厝边头尾风声，讲迄是警总的人，毋敢甲伊告急，可怜敢若看，袂输针咧插心肝。见啊人来，就规工口袂煞，念讲：哎呀，你着赶紧精神，毋通安尼苦命，记在人咧领地哦。安尼刑期要1年，知影太爷无梦袂阁精神，才放伊煞，无阁来插骹。厝里来一个生身面的青云人，要找太爷。生身面。一个互看到就讨厌迄款面相，叫做生身面。菜听厝边头尾风声，讲迄是警总的人，毋敢甲伊告急。风声这较好了解，风声放影，风声就是听人讲。告急这事嘛真少人咧讲就是作对。对价可能较听有啦，伊甲我对价，因两个咧对价，价较粗诶讲价难关。无偌久警总一个生身面的走来太爷因厝，看伊倒伫面床，袂顶袂动，真诶价哪会知？真夭寿摕啥？举一支针，骹底都甲插落去。哦，爱逐工来呢，小电刷要几冬啊？插骹，看太爷全然拢无反应，则放伊煞。总是竟然伫即个时阵嘛，有即种政府单位的人来来讲太爷敢是有问题警总的人因为伊甲仁娜是好朋友所以因为仁娜的关系，即个警总的人嘛来看太爷倒伫遐都拢无精神，嘛袂哀嘛袂叫，因竟然就用针插伊的骹底，看伊敢有反应对即个太爷的阿母是足艰苦心的因为太爷明明都已经无意识即个警总的人煞遐尔残忍佮安尼用针来甲插伊的骹所以这阿母的心袂输迄个针是咧插心肝安尼。一日落长，3冬7万年，人关了放倒来找太爷。蔡爷看到伊，也欢喜也苦心，讲：仁啊呢？你倒来啊？恭喜啦！恁太爷敢有伫咧？阮太爷呢？有啦，着身伫遮，人无伫遮。带伊去房间看。迄太爷热人脱目体，光光倒伫竹桥顶，也是因母熬照顾，大苦佮用心。太爷，大也袂起床。迄太爷也无应，目睭金金上。前日走甲单，3冬足足，
记在人叫，就是袂精神。你看，太啊，囡仔来看你。阮在戆戆一身筆，喙啊哈哈。免烦恼，我来叫就真成。我去耳孔边喊，太啊，来去招人啊看戏。甲叫一聲，迄目睭人煞細一連，佮甲叫一聲，来去招人啊看戲。真實的，目睭皮捏兩下，煞開金喙，講來去招人啊看戲。翻一個身就要爬起來，僥倖啊！迄三冬落落長，因母啊獵屎獵尿，煞逐項袂記一了了，袂輸一暝好困飽眠，煞攏總精神倒轉來啊！因母啊着一驚，這人啊是啥人？太才好用，要知早就來去甲叫。唉，無采我這三冬，毋知拜偌濟筆，真是較毋值一聲人啊！僥倖啊，人啊，你有這部比不拉較好用。望因太爺的面，望伊的身軀，實實在在精神啊，攬咧直直哭。你轉來啊！你跟我轉來啊！三冬了，人仔出獄，緊轉來看太啊！想袂到甲鬧一句話爾呢，來去招人啊看戲，佇眠床頂大困三冬的太啊，煞雄雄爬起床，啊，毋是袂頂袂當，連恁母啊，都驚一條。人仔三冬後放出來，伊就隨去找這個太啊，較知影講太啊為三冬前因釣魚仔迄天，伊並且以後都攏無精神，吼，而且安怎叫攏叫袂起來，而且都有一個足戲劇性的改變，就是一句話哦。這個人仔咧就甲太啊阿母講，阿姆，我來試看覓，伊就走去這個太啊耳孔咧，甲伊叫一聲哦，來去招人啊看戲。哦，無想到這個太陽目睭皮竟然就叮當啊，而且就開金喙啊，講來去招人啊看戲。哇，這個阿母驚到，想講這個哪會遐爾好用？這個人啊，啥物人吼？我叫伊三冬攏叫袂起來。即馬太陽敢若叫一句人啊，竟然就起來啊！吼，哦，這本哪遐爾好用安尼哦。阮太啊，前日去。歹人定定來找，啥物歹人？太知，問你啥物人？找太啊啥物代，也毋講。甲講，阮太啊哪有歹去毋知人？毋信，用針插骹底，你看安尼咧形容。人仔頭刺刺，坐遐一步久，才講：我啦。是我啦，我家己害的啦。菜啊驚一條，你是安怎害阮太啊？是安怎啊？人仔互掠去關，人叫伊愛檢舉師強調的，人仔袂堪執行，想講太啊絆倒毋知人，就凊彩講伊的名。毋過太啊對這個代志，介先攏無準問着。有聽哪無聽，爬起床講：來去市仔招人啊看戲。三冬大困，逐項袂記一了了，敢若會記一個人啊。毋過太啊對這個代志，介先無準問着。準問，咱知影灰啊，較早灰啊碗，也是灰啊地鍋。若無注意去哭着，伊都必順，安尼做準問，甲必順爾無離開，還要做準問。華語講打破砂鍋問到底，其實毋是學問的問，是即個問。準問就是講，灰啊啦、葉啊啦、玻璃啦，即款材質的物啊，
因为叮当裂痕有裂痕，也是讲小可叮当着，转离一芳，但是无破，拄好离芳尔。有听老无听，爬起床讲来市啊招咱啊看戏，来市啊来去，会当合音做来转哦。咱啊无伫遐，哪有可能无伫遐？太阳毋信，甲牛咧行，行，来去市仔看咱啊！铁马徛咧来市仔找咱啊！市仔口查某囡仔咧写甘蔗，我去甲叫。甘蔗甜甜写一扎。查某囡仔应讲，甘蔗籽上盖甜。太阳热ਠ讲，敢会比咱啊较甜？查某囡仔举一个头，喙仔笑一个，目睭笑半个。哎哟喂，看是咱啊，搁毋是咱啊，共面搁共身，连讲话嘛共声。你毋是咱啊？伊喊头讲，我是玉啊，只也伫内底。一人写一扎甘蔗，哪个哪行，弯入去市仔内底，真是也近也远。迄人啊，伫遐咧卖鱼，鱼店抬一尾鱼，插一支刀，当咧无用。我去斟酌甲看，打好啊！迄人啊，大大箍，骹只挨一个圆仔，头也无洗，面也无洗，耳啊一够干，上无也流10冬，差一撮仔袂认真。敢若喙配迄条酒窟弯在伫遐，高醉到要嗨去。咱啊看因来，也着叫。人客买鱼来，青的咧，青的台仔鱼。侥幸袂认真因。咱啊，我刣下啦。咱啊进一步，雄雄才想起来。是恁两个哦。认着啊，一个面笑眯眯，也会甜甜甘甘甩一个目尾。刣啊，认啊你，啊刣遮久拢无来。啊，你无咧写甘蔗呢？无啦，换阮阿玉啊咧写。啊，你即马你卖鱼呢？对啦，阮无甲去车鱼，加斗顾一个啦。买鱼来啦！婴仔大声吼，两个赶紧溜咧走。文章的最后吼，伊描写着即个兰啊、甲刣啊、佮有人啊，伫讲话吼3-4句，我感觉即个描写就是咱家己台南高雄的腔口哦吼。伊讲咧，即个兰啊，进一步，雄雄才想起来，认着啊，一面笑眯眯，甜甜甘甘甩一个目尾，讲刣啊，人啊你，啊刣遮久拢无来，啊你无伫写甘蔗呢？无啦，换阮阿玉啊伫写，啊你即马伫卖鱼呢？对啦，阮某啊去车鱼，甲斗顾一个啦。所以伫内底咱看到呢，哟，遮个拢是台湾人，特别是南部吼，高雄、台南、嘉义吼，呢啦、喏啦、哟啦、吼，遮个即种语汇的造词，就是咱台语的腔口，咱的开口，咱的特色啊。单位伫其他的小说嘛有，但是伫遮连续3-4届出现吼，就是将即种兰啊、甲刣啊、人啊，即种庄卡吼朴实的庄卡人的好朋友之间，即种足亲切的讲话的开口，甲表现啊足好吼。尤其这个笑啦吼，这就是真正咱平常时就是安尼讲话吼。这篇小说作品啊，写作的手法会使讲云淡风轻啦。轻描淡写，这是法国的有名的第一篇小说的作家莫泊桑的手法。咱伫这个所在会当看到友情的可贵，甲爱情的力量。这其实是胜过无辜苦难的一切。那安尼看起来，这是真正的输赢。写甘蔗是一个真简单、好趁钱的行业。自古早呢，糖厂的这个白甘蔗咧刻糖，
民间嘛有种红甘蔗，红甘蔗要食爱削皮所以有一种行业叫做削甘蔗就是讲点啦是讲专门干那载一把甘蔗来路边采咧，就用削甘蔗一节一节安尼卖互人食喙焦，因为甘蔗真好，甘蔗安尼有汤煲，佮有汤好酥食咧甜甜凉凉，真好食所以甘蔗是真好的一种果子啦。发展到今你看路边嘛拢有削甘蔗的，但是佮进步，会安怎进步呢？伊甲迄个较甜的甘蔗头，甲较袂甜的甘蔗尾扣起来，扣起来加接，中呢较拍、较长含、较老含的这个甘蔗，才下来卖所以呢，大家拢爱买这个削的甘蔗有的人呢，若牙口无好较无方便剥，也是办单剥，就买这个甘蔗汁，当去放到冰箱冰互凉凉来食凉佫会煮喙焦，佫甜甜好食这是咱台湾人头脑真好会晓做各种的头路来发展来趁钱。即日又搁溪口钓鱼，最少毋食哩，钓无鱼，盈盈坐遐画仙。迄个阿菊袂输人连酒窟仔也共款，古水甲要害去，真是的，无抹粉嘛会芳呢。一句来两句去，愈讲愈兴趣。日想想咧，讲来去招阿菊看戏，你去招啦，你去伫遐小体小娘，又搁输赢钓鱼。无先钓着的人，就去招阿菊看戏。好沟仔水落落烧烘烘，翕卖大仔鱼盈盈为遐收过，拄顿看到两尾大棍水面摇摇动，停落来我去真想，未决定，毋知要先合倒一尾。这两个去钓鱼的先钓着赢就去招人要去看戏安尼。迄个先钓着赢去招人看戏是好代志，赢变做输去，因为去帮着毋知人三档拢毋知人安尼所以赢无一定赢啦落尾才醒起来了后，又搁去小输一摆，共迄两个就对啦搁去钓鱼即摆新鲜的就是讲，迄个溪面水面的迄只鱼大仔鱼即摆看到两个鱼伫遐，两只大棍伫遐伊咧袂当决定讲对一个要先食，对一个大棍要先食，就是讲用鱼来决定即两个人过来的经历的命运，你会使讲做命运就对啦就是在考试就讲，你若认命的人是毋是大仔鱼会当甲你决定你的命运啦？所以就是讲输的无一定输，赢的无一定赢啦。伫即篇足古水短短的输赢即篇小说内底，咱看到两个好朋友伫台湾人的日常钓鱼的当中，因的背景嘛是吸到中国人来台湾的喊鼓，因嘛是安尼无缘无故，敢若是去对一个老师学祖国来的即个语言，伊嘛会当互人掠去三档即个无缘无故，太阳倒伫眠床，嘛去互警总的插骹拢是足喊鼓的代志。但是伫即个喊鼓的内底，咱阁看到台湾人即种温暖的感情，即种足简单的感情，甲菜市仔的人肉阁有兄弟之间的仁太即种感情，即种人情味，伫即篇小说内底描写甲，互人感觉足活跳。所以咱会当看到即个台湾人日常的主线，伊的背后有即种汉国的背景伫后壁，但是台湾人迄种人情味、迄种感情，嘛是表现了足好。伫个外来白色恐怖的时代，甲在有在地宝贵的友情世间来应付外来无道的白色恐怖，是一个伫无奈中间无所倚靠。悲惨无话问天公的一篇作品，伫单纯简单的少年男女青春日子，记伫停伫难的身躯上。所以虽然
天地一声雷啊，3年无辜的灾难，总是心中还阁有寄托的幸福。白色恐怖过去，人粗醒起来，无难啊，嘛还阁有肉啊。这是一个无小欠、无怨叹、无束缚、无输赢、爱无着的幸福。人讲前世500遍的月头，才换来这世人一次的小闪心。故事内底4个少年人，太下人啊、男啊、玉啊，因后世人应该是有缘分的。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联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短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物款的滋味呢？节目说落去，咱来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大家平安，我是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的李良。少年的小事讲算笑，尾啊真心却变款。一个是无张伫骑脚踏车跋倒面床，肉体伫咧，人却无伫咧；另外一个放杀去坐家，人伫咧，肉体受刑受束缚，两个人拢无看活着。讲起来，这篇是真好的寓言小说。你讲咱人生的事业，绝对毋是看起来遐简单。迄赢的人虽望乐痛心火开，尾啊意外受重伤，头壳摔歹去，身体害了了，人生彩色变乌白。毋过嘛是因为身体歹的关系，才无缀人去读册，才无互人掠去关，至少捡着灵魂的自由。实在真熬工考试。迄个时代，简单变成植物人，才会使免坐家乐。钓鱼、烧书、死去的人，虽望身体无够样，不过也无法度撇下，想着缀人去读册，煞来惹下坐乐。青春去了了，嘛无较快活。这敢是天公咧创治人？妖狗笑想猪肝骨。用阿兰来成阿泰，互伊搁再活起来。验证着爱情就是生命的活泉。过去迄个黑暗搁恐怖的时代，啥物代志未发生？啥物是真的？啥物搁是假的？是远的故乡，30年陪鸟在流浪，故乡啊，我的故乡，闻着是香香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1、2站莲雾在开花，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
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